好啦，hello，咁啊嚟到 IVA 世界盃系列啦，咁就都係一個人做，咁但係今日錄嘅時間6月27星期五，咁點解嗰兩日發生咩？咁基於咧小弟咧都畢竟一個學生，咁都有嘢做，咁所以就唔得閒錄啦，咁我諗下咧，咁啊過埋今日之後咧，咁就咁16即係邊隊16支嘅球即係晉級嘅球隊全部產生晒啦，咁我就決定係呢個時候錄啦。咁呢集錄完之後咧，咁我都預計就我諗我話俾你聽啦，咁我講埋個 schedule 啦。咁我30號咧，基於我小弟係牛一嘅關係咧，咁我就決定唔錄啦，因為始終都老實講，我都要慶祝我自己生日，咁就停一停啦。咁7/1就放假啦。咁啊預計應該係7月2號，應該大概你預夜啲啦。咁啊嗰個時候再錄過嘅。咁就你哋預計得到嗱，咁你就預計得到嗰陣時應該打晒16強啦。咁我成日做少少略啲16強分析啦，同埋少少8強嘅一個少少嘅預測嘅。咁就係我諗就係咁多啦。咁由於就因為都之前冇錄兩日啦，咁我今日粗略咁用半個鐘頭，咁粗略就用半個鐘頭啦。咁就講晒嗰16隊嘅講晒嗰16即係16支嘅對即係16強嘅雙方嘅對手係咩啦？好啦，咁我哋講翻即係我哋今日世界盃講到明啦，有分上線啊同埋下線噶嘛。咁好啦，咁就我哋先講下上線啦，即係 A 組首名啦、C 組首名啦、E 組首名啦同埋 G 組首名嘅。咁就 A 組首名就係巴西啦，C 組首名咧就係哥倫比亞，E 組嘅對手咧就係法國。而 G 組嘅對手咧就係德國啦，咁就另外下線嘅首名對手係咩咧？即係其實即係講真 A， 大家即係咁講啦，我咁樣講法咧，就係話好簡單嘅啫，因為我陣間會講翻即係上線同下線嘅分別啦。咁就下線嘅首名對手就係B 組荷蘭啦、D 組嘅哥斯達加啦、F 組嘅阿根廷啦，同埋 H 組嘅比利時。咁講佢嘅即係巴西啊、哥倫比亞、法國同德國對手咩啦？而巴西佢16強啫，就對墨西哥啦，就即係 A 組就A 組首名對 B 組次名啦，咁 B 組次名就墨西哥啦，咁就唔係喎，巴西唔係喎，巴西噏錯咗 sorry 啊，更正翻先，巴西對智利先啱嘅，唔好意思睇錯 data。咁啊荷蘭鬥墨西哥嘅，咁就係 B 組嘅次名對 A 組首名啦。咁就跟住就哥倫比亞咧就會鬥烏拉圭啦。咁啊冇蘇亞雷斯啦，又係咬人，咁就停9場國際賽兼全球停賽4個月嘅，咁啊自己攞嚟衰啦，無啦做乜咬人？即係大佬呢啲有前科嘅呢個球員。之前佢喺亞積士已經咬人嘅啦，即係唔好講佢利物浦嗰時，我最記得嗰場睇直播啊，睇住唔知覺得乜嘢咬入去，咬跌，跟住就停咗10場。咁今次仲嚴重，因為世界盃冇台啊嘛，結果停咗結果停9場國際賽加即係禁止佢比賽同埋入場4個月，咁即係呢個我諗係國際足協一個應該今次一個最大嘅指控嚟㗎啦，呢個球員對於蘇亞雷斯嘅指控啦。咁就另外嗰邊就係哥斯達黎加就會對呢個希臘嘅，咁就法國咧就會應該個對手都幾易打，嗰個就叫尼日利亞。咁就另外就瑞士就對阿根廷 ，OK， 咁就德國就對呢個阿爾及利亞同埋呢個葡萄牙，美國咧就會對已經嗰陣時第2輪已經出線嘅比利時。咁就呢16強嘅球隊就全部產生晒，已經全部產生晒啦，就係噏咗啦。咁我再重複講多一次啦。咁就A 組就係巴西啦、墨西哥 ，B 組咧就荷蘭、智利 ，C 組就係哥倫比亞、希臘 ，D 組就係哥斯達黎加、烏拉圭 ，E 組就係最正常嗰兩隊啦，就係法國同瑞士 ，F 組就係阿根廷啦同埋尼日利亞 ，G 組就係德國同美國，咁而 H 組咧係比利時同埋阿爾及利亞。咁你睇翻呢個今次嘅出線嚟講咧，你發覺美洲嘅球隊咧，即係佔好，即係特別係中北美洲啊，4隊波，咁裏邊佔咗3隊，就包括我哋並唔係最好睇好嗰隊嘅，反而就係墨西哥啦，嗰組嘅北墨西哥啦，
美國啦，同埋呢個真係最估唔到嘅，喺死亡之組爆彈彈逃出生天，呢、這個真係好估唔到啦，就係、是、哥斯達黎加嘅。咁就哥斯達黎加亦都係自1990年嘅意大利世界盃之後再次晉身16強嘅噃。咁就歐洲今次真係有啲咁嘅，今次去到今次到分組賽，俾人有啲人令人哋黯然失色嘅咧，就係就得翻好少啫喎，好似得翻荷蘭啦、荷蘭啦、希臘啦、法國啦、瑞士啦、德國啦，同埋比利時咧，就加埋得6支球隊嘅啫，其實都要做比例價嚟講都算係低㗎啦。坦白講句，咁邊幾個隊令我失望咧？入唔到16強，包括英格蘭啦、意大利啦、斯朗拿有斯朗拿在陣嘅葡萄牙啦，同波斯尼亞都令我比較少少失望啦，俄羅斯啦。上屆衛冕冠軍西班牙啦，咁都係同埋嗰組仲A 組仲以為有機會出到線嘅克羅地亞嘅，咁呢幾即係特別嚟講最失望嘅當然就係西班牙啦嚇，咁啊西班牙就嗰組就西班牙嗰組，你老實講基本上我預佢可以入到16強嘅，但係好遺憾地佢入唔到啫，坦白講句。即係如果嗰組佢入得到嘅話咧，咁就基本上咁對手預計都係對巴西，但係好遺憾地，即係今屆西班牙咁嘅情況，嗰啲老大哥文化嗰啲 click clack 嘢咁嚟到出咗局啦，咁就葡萄牙真係坦白講句，佢就唔同阿根廷有美斯之餘，佢仲有啲球員都幫到佢手，雖然話都爭啲，但係今屆葡萄牙咧就好老實講嘅，即係好靠斯朗拿度一個，咁基本上咧成場波嘅好與壞咧睇佢表現嘅，佢好就好，佢唔好就係、即係佢基本上咧係最慘冇人幫到佢，即係例如你講蘭尼前邊艾達、曉高、艾美達，全部幫佢唔到嘅，係咪先？仲有比呢啲咁豬一樣嘅隊友啦，冇佢辦法啦，係咪先？咁嚇。即係老實講，因為靠斯朗真係冇辦法，咁啊結果就以得失球差就輸俾美國，就第3名，咁就要出局啦。咁就仲有一隊就係即係嗰組最令我有啲意外就係多咗嗰兩隊，即比較出名英格蘭啦。英格蘭老實講句揾得學神教啲咩波鹹米煮鹹飯，不嬲都係呢啲，即係佢即係等於我成日都講一個好簡單例子啦。我以前成日同人講嘅就係話，佢可能就煮到碗好嘅麵咯，佢可能就喺啲普通茶餐，即係佢一個咩咧？學神嘅教練似咩咧？就似一啲喺茶餐廳做廚師嗰啲，佢級數就唔喺嗰啲叫5、6星級酒樓啲嘅，你唔好叫佢做呢啲嘢，反而佢唔得嘅，即係呢種教練咯。咁就嗰隊即係英格蘭就會俾我哋就另外有啲失望，就係話佢基本上佢啊，即係老實講，佢後邊成日都有啲犯錯啊，咁佢基本上即係一成不變個陣都係打翻嚟，但係有時係一成不變啊。如果當佢落後成日會打，有時打密，如果打密集咪打高峰，佢做唔到嘅，都俾我哋嘅失望。意大利咧就真係都有令我少少比較失望嘅，真係老實講句，佢嗱咁啊，首先就領隊就帕蘭迪利就已經係辭咗職㗎啦，咁就即係已經咁啊，而家揾咩領隊啦咁另外就係話，我諗預計派路啊呢啲迪羅斯呢啲球員咧，我諗都差唔多退休，即係我諗退出國家隊咯。我諗都冇乜辦法，都冇辦法。咁始終佢又真係爭啲，即係始終都係唔得咯。始終即係佢又計10年之後再次分組賽出局咯。只不過今次係即係3分上次2分咁解啫嘛，即係多分咁解啫嘛。咁其實就真係老實講比較差啲咯。即係老實講過，你波斯尼亞第一次打咁就不嬲啲，你知啲即係同克羅地亞即係兩個以前南斯拉夫國家嚟講就克羅地亞又比較少少失望，最尾嗰場就墨西哥咁樣，佢即係佢最尾嗰場就俾佢咁樣反咬，即係俾佢贏3-1嗰場啦。咁就另外就係波斯尼亞就因為佢輸咗，因為其實第一場我冇得講，佢就輸俾佢就輸咗俾阿根廷，我都係預咗嘅。佢第二場係慘啲啫，佢第二場即係我覺得有少少叫不幸咯。佢咁樣輸俾呢個利亞嗰場，就反而嗰場好關鍵，咁就即係令到呢場令到佢贏唔到對波，咁就好慘啊！咁啊俄羅斯咧，我以為即係基本上呢班波咧就始終都係有少少差，即係都係俾我感覺都係差啲咯。即係佢班波大部分球員都係喺國內本土聯賽，即係俄超揾食，冇乜球員係喺歐洲啊，以前都仲有啲球員㗎，你聽過啲球員嚟帕夫斯亞真高啊、艾沙雲啊、普爾基耶克啊嗰啲咯，比阿天尼洛夫啊呢啲咯，同埋斯哥夫啊呢啲球員，
反而而家佢比較出得少咯，因為大部分其實嚴格嚟講，因為近呢幾年俄羅斯嘅本土聯賽其實唔係高嘅啫。你睇個歐洲賽嘅表現，嗱早喺4-5年前都仲可以有得講，可能嗰時莫斯科有分10到8強啊，嗰啲新尼特咪之前啊攞過即係歐霸杯前，即係歐洲足協杯半冠軍啊，嗰啲都仲有啲睇頭。但係而家我發覺咧，佢真係冇乜睇頭啦，因為成個俄超嗰水平下降咗之餘咧，咁令到間接拖累個國家都下降咗。另外就亞洲球隊全軍覆沒啊！咁啊，真係日本、南韓、伊朗就個領隊基亞斯就因為嗰邊就即係嗰邊嘅伊朗中總佢請唔到佢啦，咁就完咗今日世界盃之後咧，咁就唔會再執教伊朗隊。不過呢個領隊啊真係佢係一個鹹米煮鹹飯，但係煮出好好嘅，雖然佢得即係佢阿根廷嗰場係守得好好嘅嗰場波，佢唔係臨尾美斯成個世界波好啊！呢場波其實即係基本上有機會打和，甚至其實有幾個突擊攻勢佢有機會贏嘅，所以我覺得伊朗係 OK 㗎啦，其實都要有已經收貨㗎啦，坦白講句。澳洲就一係靠嗰班老班兵啦，都係靠卡希爾啊嗰啲即啲拿克啦，就係食卡希爾啦，咁就佢有記錄嘅，咁就澳洲國家隊史上咧第一位咧喺連續3個世界盃有入波嘅球員，咁佢就係第一個啦。亦都累積過5球嘅，其實加埋世界盃咗5球波，咁真係好勁啦！呢個球員係咪先？咁就另外南韓咧，南韓我就覺得冇咗以前咧02年嗰種希丁克教好哋南韓嗰種表現，我覺得嗰日就係爭，即係唔及嗰種以前嗰打體能型啊！你知嗰班南韓嗰班炮賽嗰日打軍隊訓練㗎嘛，嗰班波係有啲料㗎嘛。咁就咁啊都係爭啲咯，即係我覺得我睇落，我覺得反而嗰組咧，反而麻麻地睇到南韓 H 組嗰組，我話俾你聽。日本咧就老實講句就即係老實講又係佢，即係佢後防我都係佢唔得㗎。其實佢而家都講到明，日本嘅後防係真係唔得嘅。嗰班波就我會覺得佢哋即係點講咧？不過佢前邊又即係老實講，佢進攻又唔係做波。其實今日世界盃佢先入咗1球波，就係你知啊，唔係2球波啫。一個就係本田圭，一個宮崎慎司兩個入波，但係老實講，我都覺得真係有啲叫失望咯。我成日覺得，我覺得佢哋。即係日本以佢哋咁樣歐洲賽揾食，以佢哋班咁嘅球員，其實佢係有機會都叫打得好睇，但係我發覺呢屆令我啲失望咯，我覺得真係有啲失望。咁就總括而言就係我今次呢個係我分組賽，即係對於嗰48場嘅分組賽對我嘅個人嗰個分析啦。即係對於有啲球隊失望，我做一個分析嘅啫。咁就去到16強啦。咁啊第一場咁就巴西就對呢個智利。咁啊如無意外應該就透巴西㗎啦。巴西主辦國，老實講安撫民心啊，梗係靠呢啲㗎啦。老實講個巴西入邊攞緊而家靠呢啲啦。雖然智利有好多荷波之人啦，阿蘭古斯啊、斯山提士、伊朗嘅華加斯、維達爾呢啲荷波之人，但係對住主辦國巴西，基本上咧就格食格嘅，巴西食住嘅，因為兩隊就鬥咗成50零60次，因為巴西贏咗成30零40次㗎啦，咁啊呢個就係格食格嘅。咁再加上就數據上就已經反映到佢已經係成日都贏到佢啦。咁再加上係巴西主場喎，咁多數都係贏緊㗎啦，都冇乜意外㗎啦。咁啊真係老實講，巴西智利真係老實講係啊，講好悶㗎，即係都唔明嘅，因為老實講佢巴西同智利其實咧喺98年世界盃啦，10年世界盃同今年世界盃都係16強鬥嗰兩次都係巴西人。咁如無意外咧，今次巴西亦都冇乜問題㗎啦。咁就下一場就另一個16強席嘅就係荷蘭對墨西哥。咁啊呢組啊真係老實講就好睇一個就好睇嗰個叫做靴利領隊靴利拉啦，睇下靴利拉點樣排陣啦。如果好似巴塞對克羅地亞對即係巴西啊對住呢個克羅地亞嗰個表現嘅話咧，我覺得其實係有機會同呢個荷蘭人一齊嘅，即係個主要嗰幾個球員啊，古亞達道啊、杜斯山道士啊、小豆啊、馬基斯啊、阿特靴利拉啊、阿明基斯啊，同埋龍門奧總啊呢啲表現咧係好睇呢幾個球員表現。如果呢幾個球員表現 OK 嘅話咧，其實坦白講係16強一場過噶嘛，咁啊即係有機會同佢砌啦。唔會輸蝕喺邊。不過墨西哥有個比較唔好嘅數據就係每一次入到16強咧，每一次都16強出局嘅。咁啊呢個就真係非常之小心。咁啊荷蘭方面就雲佩斯復翻出啦，咁就打翻個即係跑好明顯啦。阿馬倫斯應該都差唔多出翻嚟㗎啦。咁啊預計都係後邊都係打翻個叫5-3-2啦，即係迪維積啊、
例如維積、馬田斯恩迪、真馬特、伯蘭特、真馬特啊，嗰幾個球員啊，華希爾啊嗰幾個，咁即係打個5人後防，咁啊中場都係擺翻迪古斯文同埋呢個尼祖迪莊啊，咁前面就係嗰三個啦，即係90-11啦，即係洛賓啦、史尼達啦同埋雲佩斯嘅，咁啊預計都係我諗雲佩斯又叫做數佢啦，大佬。哇！大佬佢同羅賓老實講，一定係爭神隻手啊！因為今屆老實講嗰啲神射手爭到崩頭啊！大佬而家都即係老實講，即係全部出晒名，球員全部擺晒喺度啊！而家 C 朗嘅話都老實講，咁呢屆世界盃嘅神射手都有排你揸嚟話俾你聽，即係預計得到佢哋都會揸下啲好，即係可揸下啲好表現啊！咁就咁我覺得希丁克即係呢啲都好好嘅調節嚟嘅。不過千祈就唔好下荷蘭隊咧，即係分組賽就好鬼勁，但係去到淘汰賽就好鬼廢咁樣咯。我就覺得應該就要好好嘅去調節下啦。咁就我就估就應該會有機會嗱，如果俾我揀嘅話，我想揀荷蘭贏嘅。不過睇下點樣贏，可能贏可能大炒可能有機會啊。可能加時啊，可能有機會加時射埋12碼，呢個就即係機會咧係20有2成機會率。咁我預計得荷蘭，我諗按90分鐘法定時間都有機會贏嘅。咁啊 C 組啦，咁啊另外咁啊第三場啦，第三場就係哥倫比亞就對呢個就對呢個烏拉圭。咁啊烏拉圭啱啱講咗啦，就蘇亞雷斯就唔使即係已經飛咗翻烏拉圭㗎啦，咁就冇咗佢之後咧，咁啊慘啲啦。咁啊前面就好明顯就係要靠阿卡雲尼啦，因為科蘭都老啦，都35歲，咁啊前面靠卡雲尼。咁卡雲尼雖然 PSV 狀態，但係希望佢呢啲球員係嘅，可能分組賽唔好表現，一套淘汰賽又好有表現，咁就睇下佢，但係幫唔幫手，但係冇受緊功嘅哥倫比亞真係犀利，好犀利，有幾個好波之人啦，例如古亞連啊、古達道啊、詹士、洛迪古斯啊，同埋即神馬天尼斯呢幾個好波之人咧，就喺晒嗰度啦。咁就尤其是詹士洛迪古斯啦，呢個僆仔其實真係好波之人嚟嘅，今屆摩納哥表現亦都唔錯。即係我覺得今屆哥倫比亞即使冇得法卡奧呢個因為射手都好啦，我發覺可能冇得法卡奧可能好啲嘅，因為始終冇乜即係佢個核心佢唔使下下靠佢翻天保自尊，可能啲入波分散得咁好嘅話咧，咁我坦白講句喎，我反而睇好係哥倫比亞入到去嘅，因為我覺得佢哋今屆我諗我睇咁。同埋佢哋嘅表現好老實講，我覺得今屆係值得入到16，值得入到8強，即係值得入到8強。咁8強佢對手咧將會應該係巴西㗎啦，即係呢組呢線嚟講。咁你輸巴西冇辦法啦，咁起碼至少係入到8強嘅呢隊波。咁啊當然啦，嗰場波啊有個龍門啊，哇！我都唔知好耐冇聽過呢個名啊，即係蒙達江啊，43歲呢個老將，呢個即係超級老門將。即係我諗，我最近一次聽佢個名，我諗都係1998年嘅法國世界盃，即係相隔哇幾多年啊！即係如果佢哥倫比亞依然係入到去決賽周嘅話咧，呢個球員咧真係老實講句係好好嘅球員。咁當然詹士洛迪古斯啊好重要啦，話佢係新嘅華特拉馬，即係邊個華特拉馬咧？如果你睇翻球員嘅話咧，就係成個爆炸頭嗰個咧，金毛爆炸頭嗰個就係佢嘅華特拉馬。咁希望佢有咁好嘅表現入到去8強啦。咁下一組賽事咁啊估哥倫比亞都係90分鐘就搞得掂嘅。下一場賽事就係由呢個希臘對哥斯達黎加。咁哥斯達黎加今屆非常之有驚喜啦，喺分組賽突破喺死亡 D 組出到線，2勝1和7分，咁啊力壓烏拉圭、英格蘭同意大利，咁呢啲就真係好有驚喜。咁啊隊中就真係靠嗰兩個其實最出名就係靠嗰兩個球員嘅啫，一個就係即係我諗預計阿仙奴會收翻㗎啦，就係祖爾金布啦，同埋一個就係曾經效力過富咸，而家踢緊 PSV 面豪芬嘅拜仁先，啲頭呢兩個，同埋成隊波嘅後強防守咧，坦白講喎，佢今屆嘅世界盃佢分組賽真係失佢一個波啫喎，坦白講佢真係防守好好嘅喎呢隊波，咁真係但係咧，即係但係另外一方面希臘又係死守嘅，咁如果呢場波咧，咁我預計咧，咁就希臘嗰邊又係嗰幾個老將啦，即係嗰場就希臘就憑住即係一個補時階段個12碼就擊敗科特迪瓦而晉身去到就因為呢場12碼就由以次名晉身16強嘅。呢場波預計可能都係比較悶戰啊，可能都係唔即係好悶悶地咯，可以咁樣悶悶地去打咯。你預計呢場一定悶，呢場肯定悶悶地㗎啦。
咁我可能預計都係要加時啊，射埋12碼，可能分咗勝負嘅呢組就冇乜，咁啊係咁多啦。OK，咁啊第5場咧，咁就係法國就鬥呢個尼日利亞，咁就好明顯啦，應該都係法國㗎啦。即係嗰組，即係尼日利亞就穆沙啦上場，雖然輸俾阿根廷有2個入波啦，同嗰場波美斯都有2個入波啫，係咪先？咁啊嗰場就我會覺得都係嗱，你個後防真係唔得嘅，坦白講。但係法國就如果佢擺翻華拉尼搭住沙高嘅話，個後防穩陣啲，同埋個中場啦，咁就卡比耶啦，同埋呢個馬杜迪呢兩個啲中場屏障，咁就他幫，咁就會幫到手咯。咁就預計，如果法國嘅進攻好嘅話咧，即係例如扣幾個嚟基沙文啊、特別賓斯馬啦、基奧特啦，同埋呢個雷米啊，即係呢啲。中場阿華布拿啊嗰啲，穆沙斯素高啊呢啲球員咯，即係佢哋進攻係一定夠㗎啦。即係主要佢防守做得好嘅話，佢後邊啊佢中場個防守做得好嘅話咧，基本上佢前面進攻係完全冇問題嘅，前面進攻好夠嘅，我覺得係冇乜問題嘅。咁尼日利亞就我一路睇佢嘅分組賽，其實嗰場佢贏波斯人係贏得好真係好彩。如果唔係迪斯高有即係波斯人嘅迪斯高有越位，同埋佢嗰個波有少少推人之嫌，跟住就傳中俾奧多維治射入嘅話咧，可能個對手未必出到線，即係有少少運氣。但係正所謂過到初過唔到15啊嘛，咁梗係我會睇好而法國出到線啦。下咗啦，呢場我諗都幾好睇，瑞士對阿根廷。咁啊瑞士就咁啊喺最尾嗰場分組賽，沙基利大演帽子戲法。咁啊以次名晉級，咁對手就係阿根廷。瑞士第一樣嘢搞得好嘅就係佢嘅防守，因為嗰場佢雖然佢贏洪都拉斯啦，但係呢場波我覺得冇乜認受性嘅，因為洪都拉斯真係麻麻地嘅啫。佢嗰場對法國，直頭你唔好擺嗰兩個球員啦，一個佢哋做一個新達魯斯，兩個啲前亞斯路球員，呢兩個球員基本上嘅後防嘅意識係極差嘅，係差到冇朋友嘅。所以基本上咧就你唔好靠阿奧華利奧啦，即係老實講句 ，OK。即係你唔好咁諗啦，即係嗱，希望佢進攻幫到後邊嘅，即係兩地鬥攻啦。其實阿根廷後防都唔好嘅啫，例如咩費南迪斯加雷嗰啲，我覺得係差嘅。即係我諗呢兩隊咧就有機會就會同你鬥攻嘅啫，因為杯賽最明顯一場鬥攻。呢場波入波比較多，但係我可能會有少少爆冷啊！呢場就講少少，我睇到瑞士可能都會有機會入到8強嘅，即係爆少少冷門咯。不過其實呢組反而咧就即係老實講對手如無意外有比利時嘅呢組，咁就嚟下一場啦，就係德國就對阿爾及利亞，咁啊如無意外德國係冇問題嘅，因為阿爾及利亞雖然佢斯利文就雖然好即係其實呢個好波之人嚟嘅，我覺得我諗過埋呢個世界盃之後咧，我諗好多球隊都想要呢個前鋒嘅，咁就但係老實講佢阿爾及利，但係老實講論表現論個整體性嚟講咧，我覺得德國係冇乜問題啦，呢組應該係如無意外佢入到16強嘅啫，我諗就爭就贏幾多咁解就即係德國咁唔使講啦，就係湯馬士埋咗4球波啦，咁當然啦，佢高路斯啦，咁啊高路斯咁啊前面如果真係要打高空，咪擺高路斯喺前面咯，係咪先？打地面咪好多球員咯。阿爾及利亞就都係靠係咯，即係我會覺得係德國都係冇乜意外嘅呢組就。咁下一場就咁啊最後咁啊第8咁啊最後一場啦，咁就係美國就鬥呢個比利時啦。我覺得比利時咧喺分組賽擺到明係擺明即係啲魚生粥嘅啫，一球起兩球止咁就算數啦。但係咧呢啲就有少嗱呢啲國家隊就有啲叫做暗示就話俾你聽，可能分組就 hea 下，一到淘汰賽同埋死 Q 過嗰啲人嚟嘅，即係我覺得係睇呢啲咯。即係今日比利時啊擺到明，我會覺得佢好關鍵到最尾嗰10零分鐘，因為佢好多時入波咧，好多時都係最後嗰10零分鐘着嚟了，所以就好即係美國頂唔頂得到頭嗰10零分鐘？因為其實而家嘅美國咧就有啲似以前嘅德國咁，因為個教練就係奇連士文就係嗰陣時就係打呢啲地面進攻勁型嗰啲球員嚟，嗰班嚟米高巴特利啊、宗斯啊、丹普西啊嗰扎係做得到嘅。即係嗰場對美國，我諗嗰場波對住美國，如果其實係即係我覺得德國打麻麻地啫，其實嗰場波我覺得係咪先？即係我會覺得 OK 嘅，咁就即係基本上你問我，覺得比利時對即係基本上比利時睇下佢最尾即係基本上睇下佢會唔會流放咯，即係冇事分咗最尾嗰10零分先咁咯，可能去到
開波去到頭嗰十零廿分鐘就好攻㗎啦，大佬，即係杯賽好直接㗎嘛，一場波輸一球輸，輸十球輸，一定同佢鬥攻嘅。OK，咁啊總括而言啦，咁我就估啦，咁啊巴西對智利就巴西啦，咁就荷蘭就對墨西哥荷蘭啦，咁啊哥斯達黎加對呢個就我會預計哥斯達黎加啦，咁我都估哥斯達黎加嘅。咁就哥倫比亞對呢個哥倫比亞係對哥倫比亞對烏拉圭，咁我估哥倫比亞啦。咁就呢兩隊南美啊，今屆好多南美鬥南美啊，你都法國幾多下？咁啊法國就對呢個尼日利亞就法國啦，咁就瑞士就對阿根廷，我估爆少少冷啦，咁啊對瑞士啦。咁就咁啊德國就對呢個意及利亞就德國啦，咁就比利時對美國就對比利時。咁如果按照啱啱我噏嗰8隊嚟，咁如無意外嗰8強咁點樣鬥咧？咁啊巴西就對哥倫比亞嚟嘅，咁啊仲咁啊呢場好睇，一定好睇啦。咁一電視台播12點播，咁呢場又係唔係播呢場，呢度4點開播除咗，因為佢播 EFGH 組嗰邊即按嗰邊講嘅。咁就荷蘭就可能會鬥呢個哥斯達黎加咯，有機會8強啊嘛。咁就另外嗰邊就德法兩個，咁就真係德法大戰啦，即係嗰場啊，真係馬定花生準備睇好波啦，係咪先？啊，德法兩個我應該有睇頭㗎，德法兩個唔好講笑。德法兩個先即係兩個歐盟最勁嗰兩個，即係歐盟最有料嗰兩個國家鬥，哇！我諗一個薩爾科齊，一個馬哈爾一定喺現場睇定波都得啦。爭在即係正所謂有時咧嗱，因為嗰啲叫領袖啊，即係德國總理啊，同埋法國總統啊，奧朗德啊，同埋呢個馬哈爾一定喺球場嗰度睇㗎啦，唔使㗎，一定飛到巴西一定睇呢場波，我話俾你聽。呢兩個國家如果有得鬥，我一定睇喎，佢兩個一定睇，我話俾你聽嚇。咁另外就瑞士就可能會鬥比利時，咁就一隊我好希望瑞士真係攞8強。佢其實最近況嗰次其實講2006年嗰陣時係衰咩咧？先輸12碼，3球就收人哋可能3球 KO 咗你，你都去返屋企瞓覺吧啦，啱唔啱啊？真係3球咗人哋，3球 KO 咗你，即係你射術質素都比較低啦，係咪先？即係總括而言就講住咁多先啦，咁就嚟緊就因為點解講晒咁快講晒咧？因為我啱啱都講過啦，小弟星期一牛一啊，星期牛一啦，咁就7一放假啦，咁就如無意外就應該7月2或者7月3號會繼續講翻嘅，因為8強就係7月5號同7月6號凌晨打嘅，咁我就可以有少少空間啦，咁可以慢慢講下啦。咁啊，今晚嗱，我而家錄嘅時候6月27號啦，今晚就準備今晚令啲球迷咁都睇波睇到好攰啦，咁就休息下啦。咁就星期六深夜啦，星期日凌晨再搏晒個啦。咁你問我牛一嘅時候會唔會睇波？咁當然會啦。咁我全部我都講到明啦，我會喺商場度睇波㗎啦。咁就如果我諗我會屯門嘅。咁就如果有聽我咪 say 個 hello 咯，冇所謂嘅，我都會照嗰度睇，我同啲朋友啊，我都會喺度睇嘅，睇波嘅。咁就呢集嘅 Alpha 世界盃系列咁就差唔多啦。咁就我諗完咗16強之後即係8強嘅時候16強後分析啦，同埋8強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